親愛嘅朋友，等我哋一齊進入一個令人平息嘅場面。非利士人擄走咗神嘅約櫃，將佢放喺自己嘅神廟入面，同自己嘅偶像大袞並排。佢哋以為呢個係勝利，但係朝早嘅陽光一照入殿入面，大袞竟然面伏喺地下，俯伏喺耶和華嘅約櫃前。聖經喺撒母耳記上5章3節輕輕咁話俾我哋知，大袞仆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古老嘅故事，更係慈愛天父對我哋心靈嘅提醒。喺他嘅同在入面，冇任何偶像可以同他並列，唔係因為他嚴厲，而係因為他係獨一嘅真神，配得我哋全部嘅心。親愛嘅，今日等我哋溫柔咁檢視自己嘅生命，係咪有啲嘢已經靜靜咁站咗喺神嘅位置度，或者係某個追求、某段關係、某個習慣，等我哋細聲對主講：主啊，求你嘅同在嚟，讓凡唔屬於你嘅，都喺你面前俯伏，他必以慈愛回應你，等你嘅心重新被他嘅榮耀充滿。